一二三，你当带歌哦。一二三，一二三。喂，一二三。
来，咱即摆来串联信息，请咱献开信息56首。这条有较侪人无识，啊，必然的上帝。这首诗歌真好听，若是会众呢，斗阵吟这首歌，哦，威严好听，声音响亮，真正是敬拜上帝的好诗歌。啊，必然的上帝56首。本来啊，必然的上帝，滚滚通的万物，各在救我的高万世，因爱而主，都以主人的人，天天对同情。哦，老树呀，我性命因我无尽。咱请苏琴帮咱读第3节的后壁，迄音。搁一摆，来。天天对同情人，好，搁一摆哦，搁一摆。天对同情，好，啊，咱即摆来看迄个第3节，以之本心立誓，啊，搁看后壁，我靠伊所救转，两个共个字，啊，毋过无共个音。以之本心立誓，我靠伊所救抓。好，咱即马来吟第3节。以之本心立誓，我靠伊所救抓。第3节的第3節，第2字，我要看主的面，我要看主的面，毋是我將看主的面，我要看主的面。好，這首咱較無熟，啊，咱第5節，再來唱一擺。第5節，因為無譜佇頂面，咱唱一擺來擺。全體是歸天公，降下至關兄弟，我羅被家信心之尊，我羅萬世，我和地做兄弟，我當下來後，管理為養奴歸地裡，因我路。這首詩歌實在真好聽，那會當佇厝，咱會使掀開伊來吟。即擺咱掀開信息第2首，462首，462首。咱用较活泼的心情来唱这首诗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上帝赐咱活命的话，咱将伊记条条伫心内。来，上帝所赐活命的话，哦，表心经灵气，不
传递信息到遮，请咱甲手机关掉，也是关静音。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即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灵光，找求伊的指示。吟诗信诗56首，信诗56首，雅伯兰的上帝，请起立。是
咱犹原徛个讲他新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属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正人交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祖源头。我用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启应文第13篇，启应文第13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那尔。得到你讲话的时，迄名做伊。我是伫罪恶中生的。你所爱的是心内心事。求你用牛舌草洗我，求你洗我，求你互我得到听见欢喜快乐的声，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上帝啊，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你是至尊至大的上帝，愿感谢你。你照着你的道成价值，是伫决定所成就的救赎，救阮脱离罪恶的世界，成做你所宝贝的囝儿。求你，互阮无搁家眼光放伫世界的性命，阮需要真诚的性命过活，清洁家己，追求你，遵探你的话，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你同行。今日看话正的事，对的事，无我正面，也无我倒面。原知无论阮年岁偌大，也是偌少年，你拢看重阮每一个人。无论阮有通为你做大事，也是遐小小的事，你都干得无轻看。阮要用诗歌学乐你，甲敬拜你。愿主信心降临伫阮中间，进入阮大人的心，一世人成做你的路用。互阮通用诚实接地的心来服侍你，伫你真理的话来互阮属灵的性命得到进步。愿你施恩赐福，互阮伫即个时间拢仰望伫你的面前。愿尊贵、荣光归三位一体的上帝。愿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赞美圣歌队所要学录的诗歌是《至大主上帝》。
今仔日的圣经是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下卷34章26节到28节。历代志下卷34章26到28节。伫主报后面嘛有今仔日的经文，翻着我来读。总是找恁来问耶和华的犹大王，恁着安尼甲伊讲。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安尼讲：论到你所听见的话，你的心就软，家己谦卑伫上帝的面前，因为你听见伊所讲攻击即所在，甲伫遮徛起的百姓的话。迄时你伫我的面前家己谦卑，搁拆离你的衫，伫我的面前啼哭。我已经听见你。这是耶和华讲的。我要互你归你的列祖，你要平安归亡。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甲伫遮徛起的百姓，一切会知的，你的目睭的确袂看见，因就倒转去恢复王。讲道，伊家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信用传心的重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好调阮经过一礼拜的无闲，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主，愿你的信心亲自来医治安慰阮在座的兄弟姊妹，也有心里忧伤的，主你医治因，看顾因。你也帮助阮勇敢来敲吹主你离阮心内所藏的迄个毋望。主，愿你今日的你的话亲自来引带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勇敢用阮有限的性命来回应主你对阮的呼召。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对一寡成功的策学家的一生，互咱看到因真认真、真拍拼，去做因的事业。但是要将好的理念、奋斗的精神，一代搁一代传承落去，真正是无简单。咱看了侪第一代的企业家离开了后，公司的经营渐渐出问题，甚至咱看到真侪的子儿孙为了财产吵来吵去。这款的情形，互咱看甲真心酸。虽然产生无关系，会记得牧师有一遍去病院探访咱一个教会的长辈。真拄好，拄着伊一个妹妹也去看伊即个哥哥。到咱的过程中间，牧师知影，即个妹妹嘛差不多已经70几岁啊，细汉嘛是离咱建成长大的。牧师就真欢喜请伊来晓开讲，问伊目前离着一个教会的聚会，伊才讲。牧师，因为我少年的时阵嫁了未信者的翁，我早就离开教会。目前我甲我的翁做伙礼拜佛啦。牧师听来心内真震动，阁毋甘。咱听讲有人咧讲声富不过三代，其实信仰要传承落去这项代志，嘛是非常困难。牧师有一天，甲一个退任的长老咧开讲，咱长老教会目前教势，互咱真担心。是规个长老教会，人毋是今仔人愈来愈少，尤其少年人，真侪教会拢无少年人。咱知影，虽然这30-40年，咱长老教会用真多方法策略，但是咱知影改变有限。然后这位长老讲一句一个重点，
用莫讲遮侪传福音的方法啦，将咱离开咱教会的囝儿孙、会友找转来，咱教会就坐满满。伊安尼讲嘛有淡薄仔道理咧。怎好讲？咱知影吼，咱建成教会嘛是共款，咱吉在人不在吼，吉在吼，一离咱的教会，但是无离咱教会吼，海真正也是叫转来吼，咱真正就满满。你讲佫是有影啊？但是事实上，咱也知影，要做这项代志，要叫因转来这项代志是有困难的。当信仰无传承落去，要叫人重新踏入教会的这个大门，是非常的困难。牧师拄仔来建成的时阵啊，这枚长老嘛带我去拜访咱真多吼，吉在人不在回应吼，有去遐探访，但是吼嘛无一个转来，无一个转来，所以牧师感觉这毋是遮简单的代志。咱教会新安宫读经的进度，咱这2个月拢咧读历代志上悬甲下悬，到昨昏历代志全部读结束啊。最后一章36章，历代志下36章，最后一章底的一章，记载犹大有4位王的代志。这4位王因拢第一件耶和华上帝看做歹的代志，无愿谦卑听先知传达上帝悔改的话，因为这个王因的作为所有受到加击，直到国家灭亡，圣殿互拆掉，圣殿内底最的经文财宝拢互摕走，最人互杀死。无互杀死的，大部分的人人受了到巴比伦。咱有法度想象这个画面啊，从这电影，迄是偌恐怖，偌恐怖。咱会知影历代志主要是写互迄个受掠搁转来，要耶路撒冷起造圣殿的遐以色列百姓读的。因为起造圣殿是因转来上大的目标，因受好调。行万里路，毋是千路万里路，行转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对因来讲，因为受了70年嘛，70年转来新的环境，伫生活中有种种的挑战，因如何要持守因的坚持住因的信仰，这是非常的重要。而某一部分来讲，如今的基督徒嘛，好亲像受掠转来迄阵以色列百姓，咱要如何持守纯正的信仰，无受这个世界的引诱，保持圣洁，对上帝尽忠，热心服侍，献身献魂，将美好的信仰一代搁一代传承落去，这嘛是非常的无简单啊！咱拜五去参加咱敬天的秋敏节，伊90岁，伊对少年落嚟高雄公山教会里聚会，结婚了后搬来台湾来台北，周均离咱建成差不多有50-60年的时间。虽然迄天伫火化时间，在因的囝儿孙来交谈的过程的中间，虽然因无拜拜，但是因嘛无去教会。这是真可惜、真可惜的代志，信仰无法度传承落去。但是咱嘛感谢主，互这边互咱有参与因的这个机会，在因的后生4个后生啊，因的孙有搁较适的、较明白的时间，相信啊，咱更加互相的关心，来互因更加了解因妈妈、因阿嬷这个美好的信仰。首先，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34章第28节，
伫咱周部后壁面。来，咱做伙来读来请。我要互你归入你的列祖，你要平安归木。我所要降落伫即所在，甲伫徛起的百姓一切的灾害，你的目睭的确袂看见，因就倒转去恢复王。上帝互即个位王约瑟亚有真大的祝福。咱知影伫混乱战争的这个时代，要善终、要平安，其实是无简单的代志。咱看即摆中东就知影，你看即摆连 BB 扣都会爆炸，BB 扣都会爆炸，死真侪人真恐怖。伫战争混乱的时阵，对以色列历史来看，遮会多的君王，拄则讲的36章最后迄4个君王拢真正拢无真好的结束，会知影大部分因为因拢是歹的王。33章21节，咱今日无读到的，讲到约瑟亚的老爸22岁做王，伊今仔做2年的王尔，因为伊惊耶和华上帝看做歹的代志，当伊的罪过愈来愈大，伊就受上帝处罚，竟然互伊家己身躯边的人杀死。这项代志嘛，互如今的教会有真大的提醒。什么提醒？伫咱信仰的旅程的中间，咱教会检采行伫正道的路。当教会无行伫耶和华上帝眼中看做好的代志，离开真理，渐渐即个教会就有一寡代志会产生，分党结派，彼此相争。上重要是啥物？你即间教会无法度实践耶稣听的诫命啊！也是安尼，即间教会吵吵闹闹，即间教会教势愈来愈虚微，这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代志。约瑟亚是犹大最后一位好的王啊！咱若你读圣经，伫34节讲，34章有讲，伊8岁就做王。你做王的第8年，就是16岁时阵，伊第一超出因的祖先代表的上帝，伊要行正道的路。伫伊做王12年，就是伊20岁时阵，伊开始宗教顶面的改革。伊做王18年。就是伊26岁、26岁时阵，伊开始修复圣殿的工程。咱知影，因为迄间圣殿的拢毁坏去。伊想要带领百姓恢复对上帝的敬拜啊！咱读这个圣经，敢有一寡疑问、犹豫？一个8岁囡仔，一个8岁囡仔人，哪有法度带领这个国家？为什么约瑟亚有法度一步一步带领这个犹大往好的方向来跑走？伊无亲像约阿斯，咱搁读进前有一个王，伊7岁做王的时阵，7岁做王的时阵，这敢进前姊妹牧师有讲过，做王的时阵，因兄弟全部拢互杀死，有无？因阿哥阿米伫圣殿内底。伊有高张大祭司，扶持帮助伊。但是咱看约瑟亚无咧，伊无。兄弟姊妹，这是上帝对咱人的怜悯。上帝为犹大这个民族留一拍钉啊！上帝伫年幼约瑟亚的心内种下什么？敬虔的经济，敬虔的经济，这敬虔的经济就是咱人的良心啊！上帝创造咱每一个人，无管你有认捌上帝，无认捌上帝，上帝将良心
安伫咱人的心内。咱知影，咱若做歹的时阵，咱的良心会知咱啊。咱无法度接受咱做歹，咱的良心会真紧张啊！毋捌偷找物件，人说偷找物件，还是作弊一遍哦，紧张啊要死啊！是毋是？这就是良心，良心会帮助咱的人分别什么好甲歹。无书对我讲，约瑟亚伊的老爸是歹的王啊，哪有啥物好见证？伊对因爸爸遐无法度学习啥物物件。因爸爸，因为因爸爸伊的良心无反应回应上帝的光。上帝光啊照的时阵，但是这个约瑟亚的爸爸，伊的良心无法度无愿意拍开。咱阁看约瑟亚的阿公马来西王，马来西王本身伊原本嘛是一个歹王，行耶和华上帝歹的代志。但是当伊呐，伊互掠走，伊悔改认罪，上帝救赎伊。伊的良心愿意当心回应上帝的光，然后呢，伊开始行耶和华上帝好的代志。咱也知影，迄个时代有真复杂的政治，一边是埃及，一边是亚述。宗教顶面呢，有侪的异教的环境。当约瑟亚伊要处理要做宗教的改革的时阵，伊这个王位随时会互杀掉的咧。我嘛听过有个牧师，拄啊去一个教会，就开始要做看教会安尼哦，种真侪袂顺眼的代志，就开始要做改革的时阵，第一项就是把旧部改掉，把迄个改掉，迄个改掉。虽然伊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是毋是遮简单。但是咱看到约书亚，伊第一超出伊立做代表的上帝，伊这对上帝敬虔的力量，带领伊对细汉开始一步一步来改变这个国家。约瑟亚做王的这18年，哦，伊拢讲有30几年，伊做王的头18年，互咱看到，即伊毋是囡仔有真敬虔。毋是囡仔伊家己敬虔，嘛有侪祭司、利未人、正官员，因的良心嘛愿意回应上帝光的邀请，合作这位王，合作这位8岁就开始做王的这个王约瑟亚，同心合意，而全以色列来做宗教顶面的改变，拄去王偶像，并且就伫修复圣殿的过程中间，发现了一个律法的册。对经文，互咱知影，律法的册内面有关上帝对上帝的选民的咒诅甲应允的话，咒诅甲应允的话。约瑟亚这个王一看到就拆离伊的衫，悔改认罪。因为伊知影犹大这个国家背叛上帝，后果就是这个国家会用受气散。咱阁最后来看今日另外2节的经文，第26节到27节。咱看到咱做伙来读上帝话来请。总是找恁来问耶和华的犹大王，恁就安尼甲伊讲：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论到你所听见的话，你的心就软，家己谦卑伫上帝的面前，因为你听见伊所讲攻击这所在甲徛起的百姓的话。迄时，你伫我面前家己谦卑，搁拆离你的衫，伫我面前啼哭。我已经听见你
这是耶和华讲的。找到这本册，伫某一部分来讲，是上帝对这位约书亚的鼓励。怎样讲？因为伊这18年来对8岁开始，这18年来，伊战战兢兢，伊坚持宗教的改革，伊承担最互人想袂到的压力。如今看到这本册，伊知影，伊的良心回应上帝这个光、这个光、这个方向是对的。迄阵约书亚一定感觉我一切努力，毋是无彩工啊。无说你写这篇讲道篇的时阵，查真多的资料。无说想约书亚迄当时的心情啊，一定是非常的激动，甚至流出欢喜的目屎。因为神学家讲，约瑟亚是孤单的王啊。伊做王的时阵，无啥，大家拢真无要配合。伊拢靠伊一个带领这个国家往头前来走。但是当伊找到这个册的时阵，上帝亲自鼓励。咱咧读26、27，有一个核心的主题，我毋知咱大家知无？你若超出上帝，上帝要互你看见；你若是你去杀上帝，上帝要永远去杀你。这嘛是咱基督教这个，毋是讲你受洗了后，一人受洗，全家得救，毋是。伫咱信仰的过程的中间，当你无你超出上帝的时阵，虽然你有来教会，有来做事工，但是你无你超出上帝的时阵，上帝哪有可能超出会去杀你？约翰福音书15章第50节讲：我是葡萄树，你是枝，甲我结连的，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多的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什么。这是上帝对于所有伊竞选的囝儿的咒诅甲应允。这毋是你讲互遐狩猎遐以色列百姓听，嘛是你讲互现在的咱听的。咱在当约书亚看到这个律法的册，伊做出回应的行动，伊为着犹大得罪上帝悔改认罪，并且伊阁带领正以色列百姓，当心甲上帝来立约，要除去一切的偶像，看会到的。还是看袂到生命中影响伊的偶像，尽心尽力来跟对上帝。各位兄弟，如今是新约的时代，耶稣救赎的恩典早就临到咱啊！咱就要常常伫恩典的中间，咱来悔改认罪啊！毋通消灭信心对咱的提醒啊，改旧换新。毋那是恁，无事嘛是同款。咱的每日善事有行入上帝的正道啊无？咱有彼此相听无？彼此相听有简单无？真困难。这个拜死暗。社青聚会的时阵，突然间来一个青年，他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吗？不是，他是大野狼。忽然间，互这来社青的青年，不知道要如何是好。伊有躁郁症。社青一个人分享讲一句话，伊就讲：赞，很好，赞，很好，赞。迄天，姊妹牧师陪社青无使你准备讲道片，阁要你准备拜五的个别礼拜的一寡代志。感谢主，姊妹牧师讲，伊迄阵嘛今日咧祈祷，上帝，我要怎样处理这项代志？感谢主，互伊有智慧来处理，互这青年了解，这个疼
是无简单的代志。这个疼，你搁做甲上基本的，咱就爱接纳这个人，接纳这个人。煞了有青年讲，牧师，哎呀，后礼拜过来要怎样？牧师嘛毋知影，牧师真正毋知影，吼，真正毋知影。咱来为因祈祷，为这个突然间走来这个青年祈祷。咱就彼此三夫妻宽容，看一寡兄弟姊妹爱夫妻爱包容。咱有读书经祈祷，咱有陪伴家己，日日好的时间，互主来使用无？会记上帝呼召两位牧师出来建成的时阵，阮哋拄来迄个月面对牧会顶面有真大的挑战。牧师嘛捌甲恁讲啊，我也知影咱建成这人，阮早都毋来啊。你迄一年建成教会，伫信仰的顶面有真侪彼此的张力拉扯，无共款的方向甲目标。感谢主，两位牧师看到上帝互阮起造建成的迄个意向，上帝嘛光照阮，互阮的良心，愿意顺服上帝的主权来行。上帝互阮的意向，阮无一定爱照安尼做啊。上帝光照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嘛无一定每一个人会回应上帝的良心。阮顺服上帝的主权，阮愿意用敬虔的心带领兄弟姊妹一步一步来起造咱建成教会。感谢主，这8年的中间，有真多兄弟姊妹因的良心，愿意回应上帝的光来照，愿意回应上帝的邀请，甲牧者来做伙努力打拼。弟姊妹，上帝予咱人有自由意志，上帝袂勉强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勉强咱每一个人来做任何的改变。这8年，牧师要讲，特别这8年，所有担任过小会员的长老，因带头承担责任。这8年的环境，毋是讲像约瑟阿王迄阵的环境遮危险，我知影这在小会员应该袂互抬死啦，咱要做改革的时候，应该是袂互抬起，袂互拄起。但是坦白讲，挑战嘛是真多，毋是遮讲的遮简单。当然，这8年嘛包括已经往新的防疫长老，以及咱离开咱。有将近30位的咱的兄弟姊妹，这8年，咱的执事、咱的同工、咱的兄弟姊妹，咱共同的努力，咱献心献文。牧师来这8年嘛，在咱建成教会开真侪钱，咱嘛做真侪，咱起造圣殿，咱无管是外墙，咱的每一站的咱的冷气，咱的装潢。咱不但伫礼拜中，伫咱的事工的中间，任何团契的中间，就拄仔讲，迄社庆的团契嘛是咧操练。对无几个人，突然间有真侪个人，真侪无导友，慢慢咱较稳定。突然间即礼拜过来一个无共款的。咱努力的过程中间，一礼拜、一个月、1年、2年，如今8年过去。如今上帝恩典，互咱渐渐看到基督耶稣的疼，渐渐伫咱的教会显现出来。咱就好亲像这个约瑟亚找到迄本册共款啊，咱就看到这个疼伫咱的教会显现出来。牧师有分享过嘛？有一个兄弟仔讲，牧师，咱的圣经拢要发霉啦。拄我来的时阵，我本正有想要离开，但是上帝感动我，搁等2个月，
搁等2个月，新的牧者要来。上帝互咱显现，咱建成真正有着疼，咱建成咱有疼。兄弟姊妹，这是上帝互咱建成教会真大的鼓励。就像好约瑟啊，找到迄个律法的册同款，是非常的宝贝。代表咱过去咱8年，咱的努力是有价值的，嘛是行伫对的方向。你敢袂真感动？牧师讲啊，真感动。因为咱这8年真正是真无简单。听的教会就毋是无一寡分清差差。牧师一直希望咱建成教会有一寡问题，咱会来浮出台面上。当有出来的时阵，咱较有法度来彼此相听，来陪伴，来学习吞论，来学习真多的功课。10月6号就是咱4年一遍的中级改选，这对每一间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代志。咱即摆爱选出6名的长老，12名的执事。感谢主的恩典，伫咱长老的部分，除了原来3名尽忠的长老，经过8年，上帝阁帮助咱备办6名有受选资格的执事。因拢是伫这8年的中间受培养，成做2任的执事。伫执事的顶面，上帝嘛为咱备办平常时就伫教会每一个团契尽心尽力参与服侍的这个兄弟，特别咱看到新的一代的青年，因反映回应上帝的呼召。当有一寡教会还搁咧为无青年的烦恼的时阵，咱有真多的青年哦。当有一寡教会对教会事工的参与真冷淡的时阵，咱的建成是火热的。咱无管对内，咱对外，咱是真火热的。这是咱建成对黄老店牧师来咱的 DNA。咱是一个开拓教会的教会，透过建成开拓教会有将近10间左右啊。咱的 DNA 是较北京教会是无同款的。当有一寡教会为了选举你精彩的时阵，咱安安静静，咱袂。上帝互咱建成真大的鼓励，是互咱这8年，咱用这个意向，咱敬虔的中间，咱起造一个有服侍、较三听的教会。有人咧问牧师，外口的牧师咧问，啊，恁安排吼，迄个有人啊食饭了，你安尼散伙的吼，你为什么愿意？我为什么唔愿意？啊，安排落就做落去啊，吼。所以安排落做去啊，吼。无管你离厝的无你做代志，我看志明，志明，我看伊离厝的可能嘛，唔知影有做我唔知吼，袂来讲伊歹话。咱看志明练之，嘛是伫遐你水鼎，吼，啊，咱今日敢是开会甲那个龙修呢？今日开会跟龙修要散伙，哦。上帝去做咱真做一个服侍，咱一定爱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你会使，无管你是上年，毋是上年就袂使服侍哦，兄弟姊妹。牧师妈妈咧服侍，你虽然是家己人，但是伊嘛是咧服侍，咱嘛是爱鼓励啊，嘛是共嘛爱服侍啊。三听的教会，上帝嘛，互咱看到建成伫信仰的顶面，是一个愿意，互少年人机会传承的教会。咱一寡长老愿意退任来，互一寡新的人去。愿意互新的人有机会。咱知影有真侪的教会是做超过70岁啊，阁想办法要阁做落去。但是咱毋是安尼，咱嘛看到咱退任的长老，咱你服侍，无管你是
嘛你做交代，还是其他的服侍。透过一代过一代，一棒又一棒，咱同心合意，愿上帝予咱的意向，成全信进度万民该祭司，去做荣耀的见证，继续来跑走。咱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主啊，阮要讲，阮真软正，真软弱。阮受这个世界有真侪的引诱，甚至困扰。愿主你当初互约书亚这位少年的王的这个光，你的光照落伊的良心，伊愿意回应你这个光的这个敬虔的这个经济同款，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不管是教会，互阮的家庭，互阮的这个社会，诚做为主做见证的迄个人。阮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回应诗，信诗462首，信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起立。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同工。
请起立。请坐。公道，咱请掀开周报的内页，咱做伙来看。愿咱伫耶稣救赎的恩典中悔改认罪，勇敢同齐行伫主互教会的意向，传承美好的信仰。咱嘛为基体陈德明、陈丽水、赖清光、汪林进秀、谢丽慧、胡艺梅、杜昭、陈秀荣、许章美、黄世琪、林以诺、李碧莲、张宏龙、李雅娜、陈怡君、杨志坚、林文成、于中奇、陈义丽、沈淑慧来祷告。咱嘛为着10月6号中职改选，愿主保守阮通选出合伊心意的种子，借着信心顺服选举的结果。慢慢为了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温，求主怜悯伊伫遐遭受战火蹂躏的人们得到安慰，得到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对阮的恩典，感谢你听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伫阮中间有侪人身躯病痛，心灵软弱的，求主赐予因有勇气的心，平安甲喜乐的灵。有你的灵同在，软弱的要得到快乐，惊吓的要得到安慰的信心。无论未来会安怎，无论世界会安怎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你的疼。求你，互阮通彼此相疼、相扶持、相帮衬、相体贴。伫你疼的内面有永远的盼望。阮嘛要用你教示阮的主祷文祈祷讲：愿伫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高领教，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拖入去的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止。阿门。
报告。咱来看教会消息。本主日我会发放奖学金。我先发放，还是先报告完？先发放。好。咱请那个丽娟长老。感谢上帝，互咱伫教会各个团契拢真有真侪活动，嘛真臃肿。感谢主的恩典。圣经有讲，孩儿是上帝赐予咱的产业，所以好好教导因真正重要。敢若今日牧师讲道所讲的题目，信仰的传承是遐尔重要，所以咱爱教导因，互因伫细汉的时阵就明白上帝。行上帝爱因行的路，安尼到因老的时阵所行的行为嘛袂歪转，所以这信仰实在真重要。咱要办法将学金呢，咱的比例是安尼，将宗教教育占较大的比例，学校的成绩占第二，咱以宗教教育占第一，迄个学校的占第二。即马咧，我来报告各校小朋友的名，报告对的，请因起来头前，搁来国中、高中、大学，和各小的小朋友来，张佑哲、廖以柔，这两个小朋友已经升国中啊！搁来黄木成、余木光、蓝泽清、黄木晴、林永玲、廖子安。邱祖佩、南泽香，好，这是国小的。好，咱即马来，弄出来，好来，国中的余秋雨。高中林子爱、张佑嘉，大学邱继红。邱继红今日无来，邱继红没有来，对不对？好，来，你们下来一阶，下来一阶，好。再一阶，你们不要动了，你们不要动了。好，我们请牧师来颁发奖学金。宗教教育真的很重要。然后，主日学的校长，还有青少期，还有大学部的，我们都很严格的严审他们的成绩，不是申请就有啊，哈。好，那我们再一次掌声，恭喜你们，继续加油。然后校长老师，对，那个教会校长。那个想想老师你也来辅导那个英帮我们照。教会呢很注重主日学的教育，所以有特别邀请那个想想老师来带领小朋友。对，还有一个辅导。
报告进行吼，无需爱今日有新朋友就是邱敏姐的大新妇，今仔日有来到咱的中间，咱来拍捧欢迎一下来。虽然你讲恁兜的人拢韩文讲话，但是无需要邀请你替妈妈来大家讲几句话，好无来？林牧师好哈，感谢我婆婆那一天那个告别式，林牧师跟黄牧师还有那个郑梅那个长老都特地去我婆婆的告别式，然后带领一些兄弟姐妹来非常的感谢而且让我婆婆可以刚好这一生得到最后的圆满这样子，非常谢谢的林牧师，谢谢。咱继续来看教会消息第2项。本主理芝梅牧师他前往李春生纪念教会主持长职补就任及长职培训。第3，10月6号，我们要举行本年度第5次圣礼典，请要受洗更新礼涉及的兄姐来向牧师报名。礼拜后，咱要随时召开临时合会办理长职改选，即在人在会员名单、长职候选名单及推荐名单均已张贴在公布栏。当天不可出席的会员，请向小会请假。第4，10月27号是本堂所定的音乐见证福音主日，咱邀请教会兄弟一同来见证、分享主恩。每位7到10分钟，请把握1年1度在圣会见证主恩的机会，可以尽速来向牧师报名。第5，咱请各团体的会长，咱尽速来提交第4季的服事排班或聚会主题给干事会诊。咱来看团体消息。9月28到29是信歌队举办圣乐布道，地点在新竹新丰教会，咱为因来关心甲带导。第2，10月4号礼拜5 9点30分，松年团契参加北中松年部庆祝重阳节感恩礼拜，地点在蒙甲教会。咱具体消息，第1，咱敬爱的刘秋敏姐妹伫9月6号安息主怀，已经于9月20号在怀爱馆完成告别礼拜，并顺利安葬于金宝山，享年90岁，愿主安慰遗族。第2，高坤勇母亲高柯玲玉姐妹9月11安息主怀，9月21于高雄大光教会举行告别礼拜，但呢滕文和长老跟郭仁吉长老代表教会前往慰问致哀。无需多补充者因为咱信歌队这个音乐步道咱拜6礼拜6、礼拜天就会出发了所以咱兄弟姊妹，咱大家爱为这信歌队来还有家属来祈祷因为这个活动已经准备真久无需用咱大家用拍捧来鼓励者，信歌队鼓励者。另外就是高坤勇的妈妈嘛是伫921迄天，因为伊的告别式入殓礼拜6点外，告别式是7点半，清晨嘛，牧师嘛无法度参加因为迄天拜5牧师嘛是处理秋敏姐的代志下晡1点嘛，处理到7点外才转来所以感谢主，咱的退灵的长老郭仁吉长老跟文和长老他们礼拜5就搭高铁下去。然后再转车，到1100公尺的部落，昆永因那是伫部落内底，部落纳马夏部落遐来参悟。我无需要补充的是感谢主，咱有法度做工的时阵，咱就从这个疼，无管咱搁较远的所在，咱带来互这个家属，阮迄天嘛是安尼，想办法，咱就是要参悟
吼，咱这个上年的时段嘛是要参与秋冥节，要送伊最后一个，咱要种听啊，带来因这个家族。吼，以上来补充。奉献的免税，请大家家己来看，若有错误，咱来会计来订正。上银信息513首，信息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帮助甲扶持，互咱将咱的心拍开，接受上帝光照，勇敢来回应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积分，也是安排，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未倒必灰。